喺香港，我哋習慣咗埋頭趕路，計到盡，衝到條命仔咁。嚟到中山，不如俾自己一個特權，試下邊走邊看，放慢腳步。原來睇清自己要乜，生活先算係一種享受。換咗個地方生活，風景唔同咗，辦事方式亦可能唔同。與其用舊有嘅標準去比較，不如保持一顆平常心。當你嘅目光放遠啲，包容多啲，你會發現呢度其實處處都係好風景。遇到唔順心或者覺得心煩嘅時候，試下換個思路，換個角度睇問題，入鄉隨俗，等自己嘅心簡單落嚟。心簡單，人就幸福，喺邊度都可以令人安安心心嘅家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或者對今日嘅分享有咩意見同睇法，非常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一齊交流下。想睇更多真實唔伏嘅中山生活攻略，記得喺 Facebook 搜索加入中山美食地圖群組，同埋 subscribe 埋我呢個 YouTube 頻道支持下啦。我哋下次見。